好多客人咧想喺香港咧揾一個方便啦、核心嘅地段啦，但係又要旺中帶靜。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咧參觀一個九龍嘅特色單位，成個單位3000尺嘅複式單位，除咗咧連一個私人花園之外咧，仲有一個發展商嘅意大利式風格嘅裝修。呢個單位咧有自己嘅私人入口啦，唔使搭 lift 咧，非常有私隱度。首先入到嚟咧就係呢個單位嘅客飯廳，成個單位3000尺分咗2層咧，每一層咧都有1500尺嘅空間。咁呢一層咧客飯廳咧都分開咗幾個區域。首先咧隔離有個小偏廳啦，而喺側邊咧都做咗啲裝飾牆啦，可以俾你一個擺設。咁成個單位咧都採用咗個意大利式嘅輕車風，而且用法拉利嚟做主題。呢度咧個擺傢俬方面咧都比較簡約咧，令到咧成個單位都比較有空間感。客廳側邊連接住咧就係飯廳嘅位置，可以見到咧飯廳呢度咧放咗個10人台嘅飯台咧，側邊咧都仲有好多空間，就好似頭先咁講啦，成個單位用咗法拉利做一個主題。咁客飯廳咧，成個單位都採用咗落地玻璃設計啦，除咗增加採光之外咧，仲咧同自己嘅私人花園咧融為一體。咁出到嚟咧，連接住咧就係一個自己戶外嘅私人花園。咁呢個花園咧採用咗啲比較中式嘅裝修啦，同裡面嘅單位咧就有少少反差。雖然個面積咧唔算話十分之大啦，但係我覺得咧喺城市中咧揾到呢個咁嘅特色單位咧都係非常足夠。喺飯廳隔離咧就係一個梗廚啦，同埋一個 pantry 嘅位置啦。咁呢個位置咧都可以做一個小吧台啦，招呼朋友。因為側邊咧發展商都為你配備好一個紅酒櫃、做咖啡機、做一個早餐區都得。而梗廚嘅位置咧仲可以咧直接走出花園。樓梯後面啦，發展商好巧妙利用咗呢個空間咧，做一個工人房或者一個儲物間咧。我見到呢個空間咧都唔細嘅，如果做翻雙隔床咧，瞓3、4個工人咧都完全冇問題。而家發展商咧好細心，側邊咧都已經幫你做工人房做咗啲櫃嘅空間。嚟到2樓咧就係睡房區，咁成個單位咧4房4套咧十分之罕有。首先咧我哋參觀咧最右手邊一個睡房嘅空間咧，咁發展商咧都好細心啦。你見到有走廊嘅位置咧都做咗好深嘅衣櫃啦，儲存空間特別多。裡面嘅洗手間咧個空間都係非常大，有企缸有浴缸。喺走廊嘅位置咧，發展商都好巧妙啦，用咗啲空間咧做一個書台嘅位置。再入到嚟咧就係一個睡房嘅巨型空間。可以見到咧，中間咧放咗個 king size 嘅大床咧，側邊咧都做咗，仲留有好多空間，因為咧都唔使擺衣櫃啦。咁咧側邊咧做啲空間咧，可以做一啲偏廳嘅位置啊，或者擺設。再嚟到中間2個套房啦，咁呢2個套房咧雖然冇第一間嘅套房咁大啦，但係可以見到咧呢度嘅空間咧都係唔細嘅，因為側邊咧都已經做咗啲衣櫃嘅位置啦。咁呢度咧第2間房咧就係一個小朋友一個自己嘅睡房啦，或者一個玩嘅地方。第3間咧發展商咧就做咗一個書房嘅位置，可以見到啲擺設啊、啲裝飾咧都係貫徹呢個法拉利嘅主題。
最後咧，我哋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咁喺走廊側邊咧，發展商已經為你做好一個衣帽間啦，可以見到3面咧嘅衣櫃咧，儲存空間特別多。咁咧再入到去咧就係主人嘅套廁，可以見到主人嘅套廁嘅空間感咧都係非常大，乾濕分離。再到嚟咧就係主人睡床嘅位置咧，睡床同電視機嘅距離係非常寬闊，同埋咧側邊咧已經配備咗一個書台啊，另外一個衣櫃啊，同埋一啲休息區，加上咧成個主人房咧用咗一個 L 型嘅採光窗啦，令到呢個空間感咧同埋採光變得更加好啦。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嘅朋友，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。希望大家睇完我嘅影片咧，可以多多支持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。